台南花德里社区一直咧拼死做囡仔绘本，高单出版第9本咯。今年社会时代以两性平权做主题，也个结合着这台语文，因也是这去到国小推广，希望把这性别平等的教育对囡仔开始定见。你让细细囡仔大声念台语词类，透过情景式教学，让囡仔知影头路无分性别的相关知识。现代社会性别平等教育，大家拢真重视。台南花地的社区为着要甲正确观念向下定根，唔拿做绘本尔，可实际去好好推广。其中册内五花十色、高水红爱多样，请学生自行学习，大家嘛足心实咧探讨未来要做什么行业。我想要当修理车的人，会当甲人修车。从小扎根，对于他们未来的正确观念，其实有很大的重要性。花地里社区时代对108年开始做绘本，因为当拢串联文化、教育甲环保等元素，高单出版第9本。这摆应用两性平等、工会无分查甫查某做主题，头摆结合台语文来出版。在地时代讲，画绘本互因做伎俩，嘛兼念捌罗马拼音，激头脑。小朋友敢若像拢袂晓讲台语，我感觉讲吼，这台语这是咱的母国的语言嘛，必须要执行。嘛用去排出这工课，就是画这就是安尼。因为即摆就比查某较厉害，所以即摆白吼，较咩咧，更加当服务这所有的用户。台湾的绘本市场近来民间嘛有侪单位自主性创作本土绘本，社区按算要印200本，送予各区偏乡的学校，提供囡仔讲母语合适绘本的内涵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